创世纪第一章第1节。原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地是空空混沌、深渊的面上黑暗。上帝的神运动伫水面。上帝讲：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上帝看光是好，上帝将光暗分开。上帝叫迄个光做日，叫暗做暝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头一日。上帝讲：这水的中间，就有穹苍，将水甲水分开。上帝就做穹苍，来分开穹苍下的水，甲穹苍顶的水，就有安尼。上帝叫穹苍做天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2日。上帝讲：天下这水，就聚集到一所在，大地就出现，就有安尼。第10节，上帝叫大地做地，叫聚集的水做海。上帝看伊是好。上帝讲：地着发草以及结子的菜蔬，甲鸟类生果子的树，迄内面有伊的籽伫地上，就有安尼。地就发草，甲鸟类结子的菜蔬，甲鸟类生果子的树，内面有伊的籽。上帝看伊是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3日。上帝讲：天年的穹苍，就有发光的体，来分别日暝，也通做条头、四季、日、年，也互因做光体伫天的穹苍，照光伫地上，就有安尼。上帝就做大的光体2个，大的光体来管日时，小的光体来管暝时，也做星辰。上帝下因伫天年的穹苍，互因照光伫地面，也要管有日暝，分别光暗。上帝看伊是好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4日。第20节，上帝讲：水着生炭侪有活命的动物，鸟飞伫地的顶面，天年的穹苍。上帝就创造海面的大鱼，以及水所生侪有活命的动物，各照伊的类，搁创造各样的飞鸟，照伊的类。上帝看伊是好。上帝赐福因，讲：着生炭加天真多，充满伫海面的水，也互鸟食生炭侪伫地里，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5日。上帝讲：地着生有活命的动物，照伊的类，精生通拖，地上的走兽，照伊的类，就有安尼。上帝就做地上的走兽，照伊的类，精生，照伊的类，地上一切的通拖，照伊的类。上帝看伊是好。上帝讲：咱着做人亲像咱的像，照咱的款，互因管理海面的鱼、天年的鸟，甲精生，甲全地，以及地上在扫的通拖。上帝就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像，照上帝的像创造伊，创造因男的、女的。上帝赐福因。上帝搁对因讲：着生炭真多，充满伫地上，来较赢伊，也着治理海面的鱼、天年的鸟，甲地上一切所振动的活物。上帝讲：我有互恁变地上一切结子的菜蔬，搁一切的树，其中有结子的树的果子，拢互恁做食物。第30节，论到地上一切的走兽，天中一切的鸟，甲地上一切会振动有活命的物，我将一切青草互因做食物，就有安尼。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，看啊，真好。有下昏，有早起，是第6日。